哎呀，早就错过了吧？我以为是哪个呢？他们一起在跳。会剪辑嘛？哎，不来了。没事没事，会剪辑。会剪辑，把它剪到看进去，知道吗？还是挺亮的，可以。专业的设备。我是拿手机拍了，相机拍不了，距离不够，是吧？哎，还得过来了，还得过来了，这个音乐就留着这个音乐要长一点，对吧？给我拍一个，好看。你跟他说一下。哎，这个也好看。我靠，你拍的这个，还得过来了的。这样的吧，你看，这样过来的吧。练一下我们先一排，我们先竖排，然后摩托舞，摩托舞，对，摩托舞。先练习哈。竖排，然后先练一下腿型。这样吧。先竖排一下直了手，然后才开嘛。哎，对。没灯是吧？哎，没灯。看到有灯。我还有灯。这个灯没开呢。重新来，音乐重新放下，音乐重新放下，音乐重新放下。太黑了，太黑了。再放。给我放个地方。站到，你们先站到，你自己站到，马上啊，站着啊，别这么直接走。他灯应该没电了，不然他早就开了。竖排。站到，你直接录好点了嘛，没事，点好。这前面动作来，前面动作来。预备，转，散开。我扫你，跟着我走。啊，再来一个，这没得，删了就删了，直接删了。对，散了。我们要往后面一点，手就容不上了嘛。后面一点。后面点。我这边，你过我这边。你俩中间嘛，你们跑这边，我跑这边。哎呀，你们跑这边，往后面退一点。相机拍嘛，用相机拍我跳。下一个啊，好，准备好了。都没带灯的嘛，看不到，都没带灯泡。没灯啊？对啊，就是没灯泡，没带。灯不了，照明不行。对，太黑了，没带灯。对好。哎，对，没点问题。来，可以了。放个亮点，我先去。走。散开，退，往后退。你们俩啊，等一下那个。哇塞，中间这个是值得表扬的啊，加油！而且你们俩所以最方便嘛。所以那种才有活力，才有精神，很有精神。就是要笑，我真的要笑，我叫有那种气氛。我们对人的嘛。要跳又笑，直播才有那个老舞。没有啊，那个摄影师来了。来走。他去。直接输出嘛。热死我能录上吗？没录到也没事吧？这儿去嘛，这个灯光不行。这个灯光就不行了。老弟，人家给他们都来了。要不一个，7个就是啊。在那个广场里面都可以，旁边广场里面多亮一些。那边这边是吧？就旁边那个广场，哎，境外那边。哦，这下面可以吗？这基本下面，下面也可以。算了，用手机录嘛，手机它那个视频录的。阿姐你来录，不来了，他说不来。我都在拍，一直在更新。啊，我一直在拍。然后。传了个电话来，看到他对了。一直在拍，就是一点黑。对，你拍的。不用灯光，我的手机很亮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吧？奔驰团队。奔跑的奔。奔跑的森林。哦，奔驰团队。哦，奔驰团队。来嘛，我们录吧，你让一下。在一直在录啊。安全。你们站进来吧，你们站过去。来，再录一个嘛，团队，奔跑的奔。哦，森林的森。哦。来，再录一个来。哎，这个脚是抬起来的吗？好。我教一下。刚才就那样动作啊。没事，等会。下一
个下一个冲力啊！你们不要往等一下，做完了就。完了要停下。没事，直接你直接点嘛，你直接点，你直接点啊，等一下，下一个来了。准备好啊！可以了 ，OK。等一下，直接往后退一点点，走。高兴一点啊，老刘高兴一点。医生条件。怎么样？可以了。王欢，好久不见哦。我们的动作吗？还是？你们的动作，行，来。你们的动作。你们俩在前面啊。来。没事，手可能要有点脏。你们近一点，不要太远了啊。往后面走一点点，你们的。后漂的没有水啊，后面有水。阿佳，你们靠近一点。可以，我这说完了。完了，翻起来。全从这边转。就年轻人的嘛就。跟在原路一样，就是它那个在下面。蓝牙模式，我也转不来了，你我就是这样子走起的。地上爬，对，爬着走。再来一个。哎，对。好。来了呀！好了，好。再见。跳的好，真的跳的，比他们跳的好吧？难怪他人气这么多。